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一会儿有四川传媒学院的学生要来采访我，这也是我2024年度的第一场采访。去年完成了31场，全部都是无偿帮助各地的大学生、研究生完成他们的毕业拍摄、课题研究，还有一些非遗论文的辅导。那今年我的目标是50场，因为每次来采访都是一个2-3人的课题小组。那如果一年有50次的话，也就意味着至少有100多人次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能够深入的了解一下苏州评弹。我觉得对评弹的推广和发展应该还是有一点积极的帮助的。我尽我个人的力量。你好，给您带来一点水果。谢谢。毕业作品拍摄。好，我的采访已经结束了，我也问你们2句，就是你们是四川传媒学院的，就是那么远，你们怎么会想要来采访苏州评弹呢？我觉得评弹跟我有那种磁场嘛，就我一听，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项民族乐器啊。然后其次呢，我就在那个网上去搜索这个评弹的资料，就了解到刘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。我当时非常苦于没有人给我采访怎么办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嘛，我没有那个太多的资金。你大几了现在？我现在大4马上毕业了，就这个就是毕业作业是吗？这是我的毕业作品。其实我当时一直卡在这个环节，特别的难受。结果没想到刘老师很高兴、很爽快的就答应我了。当时晚上特别高兴，我想，哎呀，这次我的作品有着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么这次采访，我相信一定会帮助你很好的完成这个毕业作业的。谢谢刘老师。朋友们，采访结束了，2位学生已经走了。刚刚听到他们的话，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有感触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毕业出来，也和他们有过同样的遭遇，接不到演出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当时也想采访一些名家，问问他们的外面工作的经验啊，一些生存之道，也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。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小有名气，到时候有人来采访我，我会尽我的可能去帮助他们。这就叫感同身受吧。非常的开心和感动，这是我人生到现在收到的第2幅锦旗，还有1幅在这里，是上次一个广东的粉丝送的，而这幅新的锦旗正儿八经是评弹回馈给我的。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不因善小而不为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